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，稍等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谁给我打电话呀？喉咙也没用，选吧。baby， 这个过程虽然有一点点的疼痛，但是之后你会收获到更好的你自己。你喜欢哪一种？我哪个都不选。那我们替你选吧。我试试我的铁齿钢牙。你被狗咬过，会得狂犬病的。我。秋晨，你这真是一谋杀！他去英国找幸福，又不是去送死，至于歃血为盟吗？那就是歃血为盟，也不用拉我那么大个口子，疼死了！少废话，赶紧捏。就我血流的多。兄弟姐妹是父母带给我们的亲人，可是像我们这样的死党，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找的兄弟姐妹。在这个充满苦闷的人生，能遇到你们几个二货，和我一起犯二，我的人生就再也不会孤独了。谢谢你们，总在我人生步入低谷的时候，都陪伴在我身边。也要谢谢你们，在我最难堪的时候，总是给我台阶下。不管今后我去到了哪里，我的心都永远跟你们在一起。你们太纯和甜了吗？为了超大的人生，干杯！干杯！爸妈，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快乐健康。这世界太神奇了，有太多的美景、美食、美好的音乐、美丽的人，还等着我们一起去感受呢。准备好了吗？游戏马上就开始了。
么着？你这是来砸场子的？乐晨说过，只有他死了才属于我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哎，那也不行！哎，把东西还给我！闪开！哎，还真想打架是吧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停！孩子，特别谢谢你们，给了乐晨呢这么一场欢乐的葬礼。阿姨今儿表现不错吧？我没哭哎。阿姨今天表现得可好了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都是乐晨的好姐妹。是，叔叔阿姨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就叫我们俩，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孩子。会的。乐晨走了，我们也要去美国了。我们打算后天走。后天？是，后天中午的飞机，机票都订好了。但是我在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有个箱子是留给你们的，他留了一封信，看看吧。请务必将这个箱子亲手交给雷闪闪、宁可风和冬眠，缺一个都不能交出去哦，要不我就亏大了。爱你们。可是，冬眠他去英国好多年了，我们没有联系上他。对，以前还常联系，这几个月他就给消失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。行，阿姨、叔叔，都保重。谢谢，谢谢叔叔阿姨，乘车吧。冬眠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乐晨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闪闪079，他们是不是特没劲？一个个的说走就走，5年前，王老师说走就走了，现在乐晨说走就走了，你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？还是你好，一直都陪着我，是不是？老公，咱俩也买一对情侣项链戴吧，多好看啊！哎呦，老婆，那都是唬小孩的，你能不上这个当吗？低级。谁是小孩啊？乐晨也是小孩，乐晨和那个男的就有一对情侣项链。好。我破译了，乐晨和那个男的是情侣，我要把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告诉闪闪。哎，老公，你说那男的是乐晨的男朋友吗？就那疯子，不配。那男的怎么了？我觉得那男的可酷了，我要是乐晨，我就选他。要是他是乐晨的男朋友，当时我们就应该主动请人家来嘛，省得今天人家还自己跑过来。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才吃错药呢！刘伟伟，冬眠去哪儿了？你说。我怎么？
打电话你不接，给你发信息你不回，乐成都走了你都不来送送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还是好姐妹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乐成走的时候留了一个箱子，是让我们3个人都在的时候才能打开。你要是不回来，那箱子就没办法打开，那箱子没办法打开，乐成就死不瞑目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不是要给闪闪打电话吗？啊！我被你气晕了。谁呀？大清早的。哎，你怎么还睡着呢？乐成爸妈今天就走了，你不去送送啊？起来！这死冬眠也不回来，快起来，快！回家。哎呀，冬眠那么大个大活人，能死哪儿去啊？哎，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呸呸呸！你别乌鸦嘴啊！快快快，起来！来，哎，你走开，这烦死了！起来，烦你！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小心点儿！雷珊珊，你开慢点，你把我油门轰烂了！别嚷嚷了，再嚷嚷该撞了啊！快给乐神他妈妈打个电话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喂，阿姨，我是可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跟闪闪还有冬眠正往你那边赶呢，你让司机开慢点啊！哦，好，好，行，等你们，等你们。是不是前面那辆车？快！啊！哎，停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就在前面呢，就这个停车，快！快！叔叔，珊珊，你们都到齐了，那我就把这个箱子交给你们了，好吧？你们确定叔叔给我们这个箱子的时候没告诉我密码？确定。我知道了。
哎呀，能不能别这么野蛮啊你？你不野蛮，你来，你想。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，说不准这个数字应该是对我们4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，对我们4个来说都特别重要的数字。0823，我们人生的新纪元，操蛋的人生下葬吧！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而活！干靠情商解决问题的叫牛逼，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叫傻逼、臭娘们儿。你们属于哪一种？我们当然属于牛逼。不过有个人刚才差点成傻逼了。没错。没有我的傻逼怎么？可真够性感的。季乐晨是不是写错了？这应该给我的吧？给我。这是我俩前年情人节逛街的时候，我看上的，当时挺喜欢的，但是太贵了，我没舍得买。哎，好，我觉得这个适合你，真好看。这适合我啊？是开玩笑，你这我给你买。做爱慕的自己，你是最棒的。谢谢。1880，你1880，你让我买条数学，你知道我在超市能买多少东西吗？哎呀，可凤，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，尤其是在贴身内衣上。哎呀，我去，再来一圈。停！这漂亮的肩胛骨，哦，这小蛮腰，大屁股，哦，大白腿。Oh my god， 太迷人了，真的太完。我都懂，但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。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天。你妹季乐晨永远祝福你。乐晨有多爱你啊？今天画的这么漂亮，珊珊，快看啊！冬眠的礼物，好漂亮吧？真像。站好了，别动。今天你可是我的模特啊！哎，你看我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，肯定能拿得到英国签证吧？闭嘴！往左转点，脸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妈妈。哎，宝贝儿，妈妈今天突然有重要的安排，就不陪你去面试了。哎，你一定要加油哦。哦，知道了。爸爸，你今天有时间陪我去面签吗？你妈不是说她陪你去吗？我今天一整天的会，去不了。行，那你忙吧。那我陪你去吧，反正我今天也没事儿。
乐晨 ，I love you，单身是严重专情者的最终下场。来自你喜欢的微博红人暖小团，2本相册和小熊的首饰盒是给你的，好好选，别等了。王老师注定是一个传奇。有时候我们要对我们深爱的人残忍一点，将对他们的爱搁置。括弧三毛说的，你别整天毛来毛去的，行不行啊？能不能有点自己的经典原创啊？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，是因为它确实经典。括弧宁可风说的。哇，戚乐晨可真够贴心的啊，给你准备了这么多的大叔大爷们相亲。这些人能当你的爸爸和爷爷了。这本是姬乐晨给我妈妈挑的，这本才是乐晨给我挑的。哎，雷珊珊，王老师都已经消失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说你对一个前途未卜的人，总是那么念念不忘的，这不纯属于自虐吗？王老师肯定不会消失的，他一定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。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托梦了呢。托梦？他能把你托死倒是真的。雷珊珊，就你这条件，这2年还可以找高富帅，再过个2、3年，哇，你只能从这本相册里边找大叔大爷们了。呸！嗯？乐晨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。向反悔啊？不是说好了4个人都在的时候才打开吗？可是乐晨他……这是乐晨的遗愿，必须完成。